日是一个充满上帝祝福的日子。今日咱伫礼拜之前，邀请两位兄弟姊妹，咱将咱的眼光、咱的焦点对准伫咱的主耶稣身上。所以，只是我要邀请咱用祈祷，将咱一礼拜以来所经历所有的痛苦、烦恼，也是咱即摆咧忧虑的代志，全部拢交代到上帝的面前。因为咱的心是赐平安的心，是为咱背劳苦重担的心。咱若是家己来背，才会重担。咱是无法度成做一个深心的人，来到主的面前来调起伊。所以，这是我邀请所有兄弟姊妹，咱用祈祷，将咱的心、心灵、咱眼光的焦点来对准上帝，将咱的忧愁、咱的挂虑，全然到上帝面前，咱三家来祈祷。感谢你，今仔日是一个得胜的日，今日是一个敬拜的日，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手得做亲近。无论我即摆拄着啥物的经历，是学会，还是身体健康问题，还是家庭问题，还是经济上的困难，主啊，我都知道放在你的心。我今仔日从焦点对准你。你是信心的心，我们三家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恳求你，给阮建立一个更新的稳定。主，我们感谢你，献上阮的祈祷到你的面前。我们恳求感恩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这是我嘛来献上咱的儿女的祈祷，来到主的面前，咱来儿女主的圣名。咱将咱的儿女来带到主的面前的时，主就要赏赐伊满满的稳定伫咱的心上。咱三家出声，用祈祷的心来儿女向咱的上帝献上咱的祈祷，咱三家来祈祷。主啊，我们来儿女你，我们逐天来传扬你的奇妙的作为。主啊，我们传播你的救恩，我们来称颂你，因为你是至高的神，你是独一的存在。既然有喘气的，拢要伫你的面前来欢呼，用荣耀归乎你。要来尊荣你，儿女你是创造的主，是掌管宇宙过去、现在、未来的主宰。主啊，当阮儿女时，一切对敌拢要被捆绑，黑暗的势力权势要被震动，恶者的作为要完全被消除。主，我们来儿女你，因为你是得胜的主，你掌管到永永远远。我来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是我心所仰慕，你是我心所爱，伫我生命中只有你，是我所爱的主，你是我心所。是我心所爱，伫我生命中只有你，是我所爱的主。这是我用亲爱的姊妹，咱将咱的罪，这是咱的主的面前，恳求主赦免咱所有的罪。是咱犯罪，咱唔知，所以
恳求你教示阮，互阮知影阮的歹，洗清阮所有的过罪过，由你的恩惠、你的恩典进入阮的心，互阮伫你的光内面来活，行你的道路，就是恳求你的信心为主阮的内心，成做阮的保惠师，成做阮的帮站，离开罪恶的捆绑，助阮的将阮的罪恳求你来洗清。我来恳求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子名。阿门。你是我心所希望，你是我心所爱，你我生命中只有你，是我所爱我主，我要永远爱你，耶稣。教会来祈祷，求主来兴旺富阳教会，实行传福音、学习主款式，兄弟姊妹和睦相处，彼此接纳，互富阳教会成做有听的教会，成做这个社区的亮光、祝福的管道。同时，咱嘛为着牧者、中职、同工每一位会友来祈祷，恳求主赏赐大家有一粒谦卑的心、顺服的灵，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咱的上帝，来领受上帝的恩典。同时，咱嘛为着富强教会大家家庭献上咱的祈祷，特别为着病痛中的肢体来祈祷。咱三角出声来祈祷。姊妹进来，充满信心的力量。教会加最基督，充满上帝的教会，让人加最基督的情结，然后因情结，让人有美好达地，来分对和输追求达地的意向，如心化思念，和万民加最基督的门徒，和阮在生命中持续做福音的见证，传扬你奇妙的救恩。主啊，祈求你，主耶稣对你宽恕，来还是主耶稣对你心中学的了解天父，来建立好的关系。提醒阮，不只是用行动来传福音，更进一步是用生命影响生命来传播主福音、主的听。主啊，阮相信富强教会要成做这个社区的亮光，阮相信富强教会要成做正教会的祝福。这个殿的荣耀，要的确大过早前的荣耀。主爱天父，我若要感谢你富强教会，呼召好的牧师团队来牧养阮，佮精选一群愿意委身、乐意服侍的中职同工，来完成教会所有事情。主啊，求你赐了甘心服侍的心志，因的心肠，求主赐了合一人的中间，透过因的服侍。佮较来亲近，较无理，佮求你赐了无共款的恩赐，因的心肠，互因成做一个合一的团队，成做你的好管家。主啊，恳求你赐福因甲因的家庭工作，互因的身心灵拢得到健壮。不管因伫什么款的职位、什么款的服侍的位置，拢会当荣耀你的名。亲爱的天父，你看过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
们承认，阮需要你的医治，阮需要你的稳定。主啊，阮感谢你，用永远无改变的疼来疼阮。主啊，你是一切医治的源头。主啊，要只是为着教会中身体病痛、心灵忧伤的兄弟姊妹来向你祈求。主啊，恳求你怜悯看顾，你医治的圣手，即时就领到需要医治病痛的人的身上，互伊来恢复健康。请主上帝，即时阮也要特别为着失丧亲人的家庭来祈祷。主啊，求你赐了安慰，甲因送到地地。主，你是万免的主宰，你为着阮的罪定死伫十字架顶，你用过我的性命来救赎阮人类，佮赐了永生的愿望来祝福属神的。伫即礼拜三，你刷了阮所敬虔主成长了伫世上的日子。主啊，你除去伊身体病痛，佮刷去世间所有的变盘甲烦恼。主啊，只是阮伫遮，阮伫遮来祈求，也愿你祝福主成长了伫世上一切的工课，佮互伊手里所做，拢会讲，拢得到你的坚固。愿主成长了美好的信仰的脚链。成做富强人永远的榜样，对随的典范。虽阮有满班的无甘，但毋过，愿意谦卑顺服上帝你的旨意。阮深信你引带主成长了伫你的怀抱当中，佮赐了你宝贵真实的平安，永远我的福气伫伊的身上。主啊，阮恳求即时你安慰的灵，特别扶持张老娘、金泽张老娘，甲伊两个细囝，甲其他遗族。愿上帝的灵即时临在因身上，伫即个不容易的时刻、困难的时刻，主啊，你就成做因的倚靠、因的力量，成做因随时的帮赞。阮相信主，你有美好的旨意，要领到这个家庭中间；你有美好的旨意，要互富强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拢来领受你的福气。愿安尼感恩恳求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主名。阿门。你是我心所希望，你是我心所爱，你我生命中只有你，是我所爱我主，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建教会来祈祷，为着台湾的平安、经济、社会和谐、两岸和平的相处来祈祷。那么，常是为着求主兴起咱所有建教会来祈祷，也为着咱家己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成做神贵重的器皿来祈祷。那么为着今仔日2场的礼拜，献上咱的祈祷伫主的面前。
今仔有兔子叔叔正南的先生，甲咱今仔日圣歌队，李建义博士的指挥，总有一个演习，咱嘛为着这个事工献上咱的祈祷，伫主的面前，咱三甲出声来祈祷。将我天地主万物拢属我伫你的脚的，我来到主的面前，特别为着阮所徛起的台湾来祈祷，主啊，求你赐我们怜悯，来祈祷，愿你圣洁荣耀的供来降献照你的台湾，互阮生活健康的环境，来享受幸福的生活，求主你圣路赐主圣的地，生命。你是我心所希望，你是我心所爱，在我生命中只有你，是我所爱我主。大家来敬拜咱的上帝。我们仰望爱你，耶稣，多多爱你，我主。我们仰望爱你，耶稣，多多爱你，亲亲爱你。我们仰望爱你，耶稣，多多爱你，我主。伫主的听，我要宣告，我们对软弱得到刚强。伫主的听内面，我要宣告，我无搁沉沦伫罪恶中。因为主耶稣，伊要引带阮来过着得胜的生活。你主的听，我要宣告，万人着去改变。你主的听，我要宣告，伊是我。你主的听，我要宣告，无搁沉沦罪恶中，是你引带我得胜。靠主耶稣得胜，靠主耶稣得胜，我一生要我靠主耶稣得胜，靠主耶稣得胜，靠主耶稣得胜。失败，主耶稣阮天满满，是你引带我得胜。你主的听，我要宣告，我要留你改变。你主的听，我要宣告，你是我。你主的听，我要宣告，无搁沉沦罪恶中。是
是得胜的主，我们为所有的事情起来荣耀你的圣名。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阿罗你，因为你是得胜的君王。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你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你会来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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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主耶稣，你会来荣耀，荣耀，荣耀，荣耀主，你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你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你会来荣耀，荣耀，荣耀，荣耀主耶稣，你会来荣耀，荣耀，荣耀，荣耀主，你是大君王，行过黑暗死亡，结天使。这是咱有请圣诗181首《同心而乐天边》。同心而乐天边，主人因我的地，听堂人民无中无情。天顶地，阿罗耶稣尊名，上帝都是的行，讲了叫大小人做歌，替咱放杀生命。阿罗上帝信心。万灵感化万灵，对天降临点人的心，互咱解救我心。阿罗赞美你体，地敬信心上帝，至尊至大万古主。
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的上帝，你是恩典的主，你是疼世间人的主。主啊，阮有福分，真做你所敬调的百姓，因为阮要认捌你，我要真做你圣国的后裔，我要真做你羊调来的羊。是哩，阮伫主的内面，阮有生命的平安甲盼望。我伫你的面前，我们享受到圣神的恩典甲疼痛。所以，阮伫你的圣日，阮大家做伙组织伫你的圣殿。愿这成做你的宝座，互阮伫你面前拍拜、来敬拜、来阿乐、来感谢。也愿你圣神伫阮中间掌管，互阮的敬拜、荣光归于你。众人因为阮大家的同心，也领受到圣神无限的恩典、启示甲开力。阮今日2场的礼拜，恭敬交托主。愿主你亲自来看顾、引带甲扶持。我要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来同心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呢亲像伫天呢。我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我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接下来，咱做伙来启用。启用文第50篇，以赛亚61。我来启，大家来用。至关上主的神临到我，找我去传好消息给散车人，宣布受掠的得到解放。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伫锡安悲哀的人。欢喜的油代替悲哀，因受称作公义的树。我要用信息甲因报赏，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所有看见因的人会承认因是上主赐福的子民。咱做伙按下来祈祷。亲爱恩典满满的主上帝，认捌你的人有福气，信靠你的人有平安，因为你是真理、生命甲道路。万民万邦拢要拍拜敬拜你，阮满心感谢阿罗你。主耶稣，时间过了真紧，目1年半年已经过去，感谢你伫这半年来对富强教会的保守甲看顾，无论是福音的事工、财务的计划，拢顺利完成，祝福满满。愿荣耀归属你，也求你持续保守帮助阮，光照引导阮。感谢主。上是阮知，阮是软弱无完全的罪人，阮也模范你得罪你的。求你让阮伫认罪悔改中得到你的洁净甲赦免。主，
感谢你的慈爱甲恩典。主耶稣，你的大能搬过诸天，在你无难成的事，每一项小事你拢知，也无轻看。无一项大事你担不得起。阮当中若有病痛、忧苦的，求你亲自按手医治；有艰难的，靠你亲手顺利克服难关；受困迫、咒诅的，求你斩断黑暗的权势，使阮得自由，好互阮做你上好的见证。再次感谢俄罗你，主啊，你也是公义甲良善的神，是阮的保惠师。今年是阮台湾的大选年，无论是国情如何，世局安怎转变，阮拢要成就你的国甲你的义。圣经中有两位小抢自称是婴儿的母亲的故事。所罗门王审判时，只好将婴仔破平要对分，将尾王真有智慧，将婴仔归予迄位主动又让予人的迄位母亲，因为王伫听的内面看出伊才是婴仔真正的母亲。相款的道理，求主你赐阮有所罗门王的智慧，互众百姓伫明年会当正确的选出有能力并真心爱台湾各主权的政党、总统甲立委。主啊，阮在民主自由、法治、重人权的国家，若无警醒团结，有时是真脆弱的，会亡国的。特别是弱小的国家，阮也明白投票的权利，更是得来不容易。真侪是民主斗士因被迫害、被关抓、坐乌牢，家庭被拆散，甚至牺牲性命所换来的。阮台湾也无例外。主啊，阮无求你徛伫对一边，只求阮徛伫你这边。愿你伫地面亲像伫天然的福分，赏赐互阮，互阮得能伫这块福地，福尔摩沙台湾安心立命，繁荣进步，平安喜乐代代传。愿咱的恳求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享受上帝的话，今日经节有两个段落。第一是《使徒行传》第5章，第二是《罗马书》第1章。我来强读《使徒行传》第5章38到42节。甘仔来讲，但关系这项代志，我甲恁讲，这个人唔通插出在因去。因所计划所做的，若出于人，一定会失败；出于上帝，恁就袂当甲因消灭。行了恁煞甲上帝做对头，议会接纳伊的意见，因叫使徒入来，用鞭甲因拍，命令因袂用得，搁奉耶稣的名讲道。
然后放因出去，使徒离开议会，满心欢喜，因为因互人看做会堪得为着主的名受凌辱。因逐日伫圣殿、甲人家厝继续教示人，传基督耶稣。第二段落，罗马书第1章14到16节。无论什么款人，开化也是未开化的，有智慧也是无智慧的，我拢欠因的债。所以我迫切毋望，嘛会当将福音传予因伫罗马的人。我无看福音做见笑，因为这个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力，要拯救所有信的人，大先犹太人，后来外邦人。圣经共读到这，接续咱请圣歌队为咱献诗。献诗说，请牧师为咱讲道。今日要讲的题目是“只为福音的缘故”，只有福音的缘故。
咱做用普声来学老师，多谢县歌队的服师。咱特别多谢今仔日的客座指挥是李建立教授，咱甲拍拍环节，多谢田会组哈。今仔日吼，咱的敬拜吼，哇，足丰富的。你今仔日有来吼，实在是足稳定的吼。除了县歌队有咱李建立教授伊来指导咱的县歌队来献唱哈，互咱县歌队各方面搁较安尼得到造就。小等的即个。阿门送了，因要搁唱一首祝福的诗哦，吼！祝福的诗了，咱搁有庆生会，所以今日节目真精彩。但下面呢，拄则是圣乐，搁下面吼，搁有一个较特殊的，咱真少看到吼。咱足爱看马戏团有无？马戏团，马戏团吼，动物表演，即嘛袂使动物的啊，动物唔互你表演啊。国际安尼要求啊，但是呢，迄人会使，人会使装作动物。人啊，都当做其中一个上出名就是小丑啊，吼！小丑咧表演，咱定啊伫电视上看会到。毋过吼，用小丑来装他，来传福音就足少看到啊。今仔日吼，咱富强教会足稳定吼，经过咱教会有同工来邀请，有一位叫做刘阿叔刘阿叔，叫做寇子叔叔吼。即阵吼要来甲咱分享讲是安那，伊要用迄款足古水的装他来传福音吼。若是咱礼拜中伊要几分钟的表演，咱搁有伫早昏，有伫咱的即个青少年，小等伊表演了呢吼，要搁去主日学吼，主日学上爱看，才会安装足夸张的安尼吼。礼拜煞10点半，要落来楼骹。咱迄大厅遐吼，所以咱今仔日实在是咱用一种欣赏，搁较是要紧是讲传福音的心啦吼，传福音的心。咱先看一段影片的介绍，咱来要看寇子叔叔，毋知对倒伊出来，我嘛毋知呢吼。看伊安怎出来甲咱表演，来咱来看这影片。来，捧个声欢迎！来，欢迎寇子叔叔。挑一支，挑一支。
好。哎，哈哈。
祝你平安平安平安。啊，你们今天早晨好些不好些？啊，我听到歌爱唱好多人哦，哎。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好不好？真正好啊，来信耶稣真正好。个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六、拜六，对日礼拜真正好啊，来信耶稣真正好。英文呢 ，It's so good。Trust in Jesus, it's so good. It's so good. Trust in Jesus, it's so good. Be it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and every day it's okay. Trust in Jesus, it's so good. 真正好啊，来信耶稣，真正好。你看，哦，信耶稣好不好啊？好。哎，这条歌呢是马来西亚的创作啦。哎，你们唱都不知道这首歌的来源哈。哎，是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牧师哈，在一个营会里面哈，哼就把这首歌哼出来，变成一个世界名曲啊。你们台湾也得福哈，感谢主，感谢主，啊，感谢主。啊，我的名字叫寇子叔叔了哈。哎，上帝就是有这个特别的呼召啦，哈，叫我做社穷啊。不明白哈，哎，就明白哈，什么呢？一样东西就是圣经有告诉我们呢，要用诸般的智慧哈，答盘。诸般的地毁了哈，来传扬谁啊？传扬他，不是我们自己的名声哈。啊，很多时候大教会牧师很出名哈，哎，有粉丝哈，哇，行到有风呢，哦，爱约会该可以找的牧师，对不对？哎，但是呢，上帝教导我们，就是我们要成为伟大，叫做什么呢？最小的。哇，很多时候呢，上帝的做法呢是超乎我们能够想象的哈。同样的，用诸般的智慧来传扬它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的方法，其实不是哈。很多时候上帝会用看来很愚昧，不是全部的，很可爱，像我这样，来传扬它。无想到行做了28年，哎，行了30几个国家，哦，台湾是其中一个，啊，这边呢就花很多时间在这里了哈。为什么呢？因为这边有很多未得之民啊。哦，什么未得之民呢？农民、村民、渔民，哎，还有老农民、新移民，哎，各种各样的，没听过福音的。我们都有这个责任哈，责任哈，尤其是你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礼拜坐在这里的，有这个责任哈，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啊，讲到传福音哈，哎，哦，人啊，山人海哦，台北很多人呢，没想到来到台南，是就最人的嘞，尤其是去夜市的时候，周末哈。袂行，真济人哈，哦，人山人海哈，哦，这个汪洋这样哈，哦，足侪鱼的，鱼啊，哎，耶稣说呢，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啊，这个鱼，呵，哎，这个我们基督徒熟悉的鱼啦。啊，以前哈，基督徒的标志就是这个哈，对不对？不出，对哈，哎，这些鱼哈，哎，不容易抓。但是我跟你说，上帝把我们每一个人摆在不同的岗位哈，要我们为他什么呢？做光、做羹、做盐啦，买收咸就好啦，收咸就苦啦哈，刚刚好哈。还有那个光不要太光了哈，在教会
发光没有用的，太光了，曝光就有。哎，光是在哪里操作的？黑暗的地方。耶稣说你要去很多教会等那些鱼游进来，鱼会不会游进来啊？一时会的，但是鱼要去外面去抓的啦，啊，因为这些鱼呢，不简单哦，就不简单的嘞。哎，一人有目睭看会到，你们在干嘛？这些鱼不容易抓，哎，但是讲到鱼精哈，哎，看你要钓什么鱼。海有海的鱼，河有河的鱼，湖有湖的鱼，不同的方式去抓，对吗？哎，所以呢，第一批的耶稣呼召的就是一般的渔夫嘛哈，所以他们第一个网红，他们也是第一个网友。啊，这些鱼呢不容易，你要去抓它呢，它比你更聪明哈。所以上帝把我们摆在不同的岗位，尤其是我听说这边很多医生哦。哦，哎，圣经告诉我们，路加是医生嘛，对吗？哎，他有他的那个群，他也能够在那边影响为主发光。所以有些地方呢，我们没办法去的，只有能够去得到；有些地方我能去的，牧师没上去。哎，一下回教国家呢，哈，以我这个撵进去呢，哎，另外一个撵进去呢没办法，但是用这个撵进去就可以了。哦，所以上帝呢，就是用各式各样的人哈。但是我们知道呢，世界上的呢，虽然有眼睛，但是看不着，看不到什么呢？看不到上帝的作为，只看到自己的成就、自己的成功、自己的所能够拥有的。但我们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呢？主的亮光。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这是一道光，光在哪里呢？在城上面呢？是隐瞒不到的，有人的地方就有光，对不对？一个城市如果在山顶哈，如果没有人住的话，有没有光啊？没有光的。有光人就会看到啊，看到光就看到什么呢？希望。哎，还有呢，人点了灯，没有放在头底下的，放在哪里呢？放在灯台，照亮什么呢？一家。所以我们上帝呼召我们每个人做光的时候呢，不只是在家里要为主发光，让你的见证给你的亲人、孩子能够看得见，还有做阿公阿嬷的，你的行为，你的孙女、孙儿也在看，啊，还有呢，照亮这一家，还有呢，我们的光要在城里，就是在你工作的地方，你能够影响四周来为主发光。所以呢，我们有这个光呢，这些鱼就能够看得见，看得见呢，他们就会 I will follow him， 就是我会跟着你来。为什么呢？因为看到你的好行为啊，好所做的事情哦，哇，就将荣耀给谁啊？归给上帝。你厉害，荣耀就归给你了。但是呢，如果你觉得是上帝厉害，不是我的，荣耀归给他。每一个人行善好行为呢，最终的目标得着荣耀的是谁啊？上帝。所以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他们要跟着你来，要信你所信的那个信仰，因为你有金钱买不到的平安跟喜乐。阿门，阿门。哎，这些鱼也不容易抓了，为什么呢？哎，虽然他们很饿。但是他不会乱吃，哦，他们不会乱吃的哈，他们都要最好的、最厉害的，他们都会挑。你们台湾人很多美食，对不对？哎，我来到这边，我会学会一样东西，我学会挑。这里好多牛肉面档，100多间哈，你要会挑哈。哎，我跟你说呢，这些鱼虽然是肚子饿哈，但是他们吃，早吃哈，从早到晚吃到，哇，吃来吃去，但是吃不饱。为什么呢？因为属世的食物永远填满不了
心灵的满足。耶稣说：“我是什么呢？生命之粮。吃了我特别腰，啉了我特别水干口渴。哎，到底是什么水呢？还是到底是什么食物呢？啊，就是属天的。上帝造我们，以他的形象来造我们，造男造女，这个身份你要清楚哦。现在末世的时代，连自己是男是女也分不清，好可怕哦！自己的健康、自己的身体也不照顾，什么都吃，什么都喝，什么都吸。他们需要生命之粮，从上帝那里来的，只有上帝能够填满他们心灵的那种的空虚。谁有这个答案？谁有那个食物？坐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包括牧师，包括我在内，我们有的就是天上的粮，上帝的话能够满足人一切的需要。所以耶稣基督要用你和我这颜色好像台湾的颜色台湾国旗。耶稣基督呢，是我们所能够依靠的，用诸般的智慧来传扬他。这个智慧呢，是来自他。怎样能够让耶稣彰显在这般人的身上，能够吸引他们来到耶稣那里呢？就是你和我。不够闪了，这个一个好过没有了也可以有时候太多自我了，耶稣要塑造，把你这自我拿掉，将你跟其他的弟兄姐妹连结好像今天我们的燕黄姐妹跟寇子师叔连结来把耶稣的爱，在耶稣里我们都是一家人嘛虽然我是马来西亚人带到你所工作的地方，你所住的地方你所接触的人得人如得鱼。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语，把时间交给牧师，谢谢。我是寇子叔叔。来调回，谢谢。咱个是别搞寇叔叔，谢谢，来多谢。咱的寇子叔叔要随耍的去教小朋友表演咱平常时看的拢是伫迄个马戏场在表演伊用安尼甲咱分享互咱感觉讲原来福音会当用各种无共款的方式来宣扬啦事实呢，寇子叔叔甲牧师要讲的拢讲了所以呢，牧师要甲捡起来我要用今仔经节，甲咱三个勉励，安尼就足有够寇子叔用迄个足轻松的表演小丑就是互你吸引你的注意力嘛伊甲咱讲两项，伊讲咱用诸般的智慧来宣扬。有的人就是爱用较严肃的甲伊讲真侪神学的理论，有的人甲伊讲几项安尼足生活化的物件，譬如伊就听有。有的人只要你家己亲自做见证，因才了解原来看到你就亲像看到主耶稣。
所以牧师今日讲的这个主题，事实甲咱的圣歌队阿卡兰的这扣子史册的表演，拢有一个关联吼。我用这个经文来做一个，算讲一个回应吼。咱详细来用，咱会当有机会过来补充吼。只为福音的缘故，只为福音的缘故，就是呼应拄则扣子叔叔对咱所来呼召的。伊虽然伊有各种的文字，但是伊用小跳的方式，伊拄有讲去到回教的所在，去到伫一个拜铁基督教的所在，伊有法当入去，可能牧师袂当入去。事实呢，现在连中国中国你若讲夏牧师想要去中国参观，伊无你入去啊？你都爱想讲我是一个观光客，无你就是一个专业人士。所以上帝互咱有无共款的恩赐，只是讲咱用无共款的方式，要来分享主的听。但今仔日咱读的第一段经章就是一段只为福音的缘故所表达出来的信仰。咱伫这个经章内底，加码咧讲即句话是牧师甲加落去的，因为咱规段是咧讲一段当时门徒受到即个苦毒的故事。加码咧用这个话伫遐来宣告即群人因会做行罪。伊安怎讲？伊讲，当关系这项代志，我甲恁讲，这个人唔通插，出在因去，因所计划若出伫人，一定会失败。这个加码咧是当时社会一个一个法利赛人，是众人所尊敬的。意思讲，哇安尼混混乱乱，彼得因即群人伫这个圣神降临做五旬节了，哇，规个城拢喊话起来。因若是会讲方言讲各地甲腔口的话，而且佫会医病，佫会赶鬼，佫会安尼圣神大复兴，所以规个城的人拢烧钱下客要来找这个门徒。但是当时这个教会的统治者，咱知影迄阵圣殿用圣殿为主的这个领袖、宗教领袖看到讲哇，这声咱的地位当也无去啊，因为咱只敢来做官尔袂晓讲主的话啦，拢是照遐个句话咧宣讲啦，听无看到讲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改变。所以因就甲这个门徒抓来就对啦，抓来要甲因处理啦但这要怎处理呢？就是听这个加玛列加玛列甲因讲的建议，讲出这段话，讲若出伫人一定失败伊佫讲落这句话佫较重要，讲若是出伫上帝咧，恁就袂当甲因消灭，行了煞甲上帝做对头。所以议会就接纳这个加玛列的意见。门徒当时对圣神降临因开始宣讲主的话，传福音彼得当时宣讲有几啊千人来信主，迄个故事是煞接到这。等下日即位，咱看见因开始热心的传主的福音，所拄到的是甚物呢？圣经记来讲，因叫使徒入来，用鞭甲因拍，毋是讲安尼就煞。干嘛咧讲莫插因啦，就互因放弃，毋是啦。佫毋甘愿，因为遐个宗教领袖即群人乱甲真艰苦，足气的就对啦。虽然毋通甲因处用鞭拍就算上轻的就对啦伊讲用鞭甲因拍，命令因袂当佫爱奉耶稣的名讲道，然后放因出去。鞭拍命令因袂使讲，但是这门徒安怎？圣经记载讲，使徒离开议会，满心欢喜，因为因。注意伊讲因互人看做会堪得，为着主的名受辱。因会堪得，哇！这句话互咱真大迄个震撼啦伊表示讲，我因为传福音，互人甲我迫害，甲我鞭拍，我会堪得，迄是我的荣耀啦。
咱逐人嘛是要闪遐个迫害，闪遐个艰难，闪遐个病痛，闪遐个鞭拍。但是讲我会堪得，这是我的荣耀。所以会堪得为着主，这是我的荣耀。你做父母的，会堪得为着囝儿来拍拼，互因有一个温暖的厝，你感觉这个受苦是安尼足甘愿的？咱真侪人为着疼这个国家，欢喜为着国家来牺牲，为着国家来征战，这嘛是一个感觉讲迄种荣耀的对。但是无边讲，这个人为着主的福音欢喜受苦。所以议会安怎甲讲不管啦，14、20讲，因逐日伫圣殿甲日家厝继续教示人，传主耶稣。这就是呼应着拄则即个扣子史书对咱的分享。保罗嘛安尼讲啦，保罗伫即个罗马书1章14节到16节安尼讲，无论甚物款人，开化也是未开化的，有智慧也是无智慧，我拢欠因的债。这是一个态度就对啦。意思是讲任何人拢是我传福音的对象，不管是遐咱所讲的遐高级人士，也是凡夫走卒，拢是主的百姓。讲我拢欠因福音的债，所以我迫切仰望，嘛会当将福音传到伫恁罗马的人。这句话嘛会当叫做今仔日的金句啦吼。咱做伙来读这节好无？预备来。我无看福音做见笑，因为这个福音是上帝大能力，要拯救所有信的人，大先犹太人，后来外邦。我要用这段经节的回应讲到这段后壁段咱以后有机会，咱过来咱的教会下半年度有要做这个福音小组，也是这个幸福小组的训练。咱到9月、10月，咱要开始去推动这届的这个幸福小组来传福音，也是要做咱这个叫做这个福音的地会啦、福音的餐会，就像课主叔叔讲用各种方式就对啦，要啉食嘛咧传福音，咧表演嘛咧传福音，有影歌星用伊的名声咧传福音，为着讲要将这个福音的大能力来宣扬出去安尼。当遐日即位，咱看这段经文是咧讲起着为主受苦的福音的见证人啦，欢喜甘愿为主受苦。伊安怎讲呢？使徒行传这本册是咧解说使徒的行踪甲福音的工作，因的传扬的对象就是耶稣。所以呢，传扬好你用各种办法真好对无？拄则靠住实施的方法，咱用圣歌对吟诗的方式，一个足水的音乐来传福音。什么诗歌报道，逐项都好但是这个报道毋是遐尼简单的，因为因传扬主耶稣的福音，佫爱拄着压迫，安尼要传无？然后你足辛苦佫会当表演，互你的温数拢出来。但是当你拄着苦难呢，拄着压迫呢，拄着阻挡呢，但是因无屈服，犹原坚持传福音，这就是使徒所传的见证。我要讲起讲，咱拄则讲干嘛咧？甲因苦劝，讲甲因放弃对无？放弃佫毋甘愿，小我甲拍一个互走。迄个鞭拍毋是遐尼简单的事，这个鞭拍毋是遐尼事。伊圣经就安尼去讲，就安尼使徒叫因入来甲使徒叫入来，鞭拍因佫命令因袂当佫照着耶稣的名来讲道，然后偷放因安尼尔。听起来讲都小我处罚一个但是小我处罚你看哪讲？圣经台语是安尼写，因叫使徒入来，甲因鞭拍，命令因袂通佫用耶稣的名讲道安尼。这个门徒毋只干是传福音来听。毋是讲伊讲一个讲出来人就听，无遐尼简单就拄则讲迄个鱼毋知要爱食啥，你都毋知影咧门徒受到鞭拍，是遭受到严重的刑罚呢。照迄个经节的描写但是刑罚鞭拍还鞭拍，拢无法度人阻止因继续来传福音。
希伯来文的圣经描述什么？用鞭甲因拍，意思是什么啊？像要拍到皮掰开呢？皮互掰开迄种疼，毋是普通的鞭拍，因为当时的鞭是用牛皮来做的。那看起当时耶稣互遐个会堂的遐个警卫吼来甲拍的时阵，迄是迄个鞭吼，伊尾啊，佫加着遐刺咧。迄个鞭吼，伫迄个尾啊，佫有迄个刺的膏，摔落去吼，然后皮开肉绽就对啦，是安尼。所以咱看起圣经有几个记载，《申命记》25章第3节讲，鞭拍的刑罚是安那？爱拍40个以下，袂使超过。是安那讲爱拍40个以下？因为超过即个数字，就是公开甲因侮辱啦。所以大部分吼，迄款鞭拍是专业的。吼，毋是黑白，像咱有诶爸母吼，气起来吼，拿鞭拍甲囡仔摔两下啊，毋是遐辛苦呢。因为大部分拍无10下吼，就规身躯拢血淋淋就对啦吼。伫即款情形诶下面，咱注意甲看保罗是安那伊拄着诶吼。保罗拄着足侪摆。哥林多后书11章24节讲，保罗互人拍5摆。每摆安那40，佫安那减一个，40减一个，就是在遵照因拄仔伫迄个申命记内底所写的讲吼，若超过40个，就是侮辱人啊，我着39个就好啊，39个就无违法，毋过已经足严重啊。但是因为安尼也无阻止着保罗伊传福音。今仔牧师本来要分享的，就是咧讲到底是安那？保罗吼用什么方法、什么原因、什么理由？保罗又愿要来传福音啦，吼，又要来传福音。保罗拄着遐尼多会主动，无惊吓勇敢传福音，有啥侪理由？因为理由牧师的大纲有写，咱后续咱做伙来学习。我会记咱定定听见一句真要紧传福音对咱的一个提醒啦，吼。伊讲无付袂出的代价，无付袂出的代价，只有看袂到的价值。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咱的扣子叔叔，咱的圣歌队，咱用各种的方法要传扬主的福音，除了是上帝对咱的呼召以外，你敢毋讲？哎呀，我无缘无故，了钱了工，甚至亲像保罗因来互人拍，我是何米苦要做这咧？你一定有是一个动机嘛，对毋对？你为着你的囡仔会当健康成长，互你囡仔读册会当好好发展，所以你安尼较苦、较艰苦，你都要做啊。因为你有一个价值，知影将来即个囡仔若有发展，是我上大的安慰上大的祝福。咱传福音是为着甚物？敢是眼前的这富贵吗？无嘛，足侪人牺牲啊，钱开去啊，都是为着要传福音，是因为看见迄个灵魂得救伫天国，上帝所赏赐迄天国的价值。这价值，因为咱看见这个价值，我就勇往直前，我无要退。这是保罗伊努力的一个方向。我希望后一次，咱才做伙来学习这段保罗伊安怎欢喜甘心为主来传福音的这个故事。咱这时要来吟首回应诗首回应诗是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咱坐咧吟就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来吟第1节，副歌来吟2遍，咱来做伙祈祷。做伙来吟第1节。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虽然伫世界，若存伫天，做上帝好事，满心欢喜。
我主耶稣受罪功劳，但我保佑每日乐乐，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但我爱保佑。但我爱保佑每日乐乐，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但我爱保佑每日乐乐，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但我爱保佑每日乐乐。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我爱保养每日乐乐，为主耶稣赎罪功劳。兄弟姊妹，咱拄则通过圣歌队所吟的诗歌，互咱的一个呼召，咱对口子叔叔伊的见证，咱是不是主的面前甲主讲主啊？恳求你唤起我迄个属天的价值，互我会当突破世间的价值，突破一般的人所有的困难，为着要传扬主的福音，只有福音的缘故，互咱伫工作场、伫家庭、伫亲情厝边，互咱欢喜做见证，引带人来认捌主。第二，咱为着寇子叔叔伊所咧推动即个小跳的传福音，互伊逐项的工程，上帝亲自引带伊所做的工，上帝亲自来应允。第三，咱今仔日已经进入到下半年度啊，求主带领咱教会所推动的圣工、门徒造就的圣工、福音的圣工，咱儿童夏令营、青少年夏令营的事工，拢大大得到发展。最后，咱为着周报所记载这的病痛中的兄弟献上代祷，你认捌的、你关心的，提名替因来祈祷，这是咱做伙无论开声无开声，同心来祈祷。主啊，上帝感谢你，恩待甲保守，圣神做工甲保守因助。我伫主咧听下面享受天顶来祝福。主啊，阮互你的名来祝福阮，成做一个传扬主福音的人。主啊，无论是得时不得时，主你拢互阮欢喜来做见证，因为阮先改变阮家己，阮先更新阮家己，阮才有气力通做见证。主啊，互阮欢喜看见迄个属天的价值，欢喜为主做见证。主啊，阮为着阮寇子叔叔伊所推动的福音事工，祈祷求你带领因头前的脚步，所做的工大大圣神甲米三同行。阮求你也保守阮的教会推动暑假各种的活动事工，下半年的福音事工，求你拢亲自引带。主啊，阮为着病痛肉体肉体病痛的兄弟祈祷，求你亲自来固守引带因，互因伫主的听下面享受到医生好的治疗恢复因的健康，搁一遍荣耀主的生命。感谢你。亲爱的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恩待阮。阮今仔日有特别无共款的形式，伫礼拜中，阮通过圣歌队美好的歌声来引导阮敬拜，也有寇子叔叔伊用小跳真趣味的方式来宣扬主你重要、要紧、拯救的道理。主啊，我也通过圣经知影初代的使徒保罗因安怎为着福音的缘故，行一条受苦的道路，也是一条荣耀的道路，是一条拯救灵魂的道路。主啊，阮为着病痛中的兄弟祈祷，求你施到你的安慰、医治、扶持伫因的心上。伫暑期侪教会推动的圣工、夏令营、主日老青少年，求你也亲自带领甲固守。主啊，阮也常时为着阮所敬听的主圣长老，伫5年的中间来离开阮，受主恩典。阮心内有毋甘，有少念，求你将平安赏赐伫即个家，也互阮伫后礼拜所要为着伊举行的礼式，对头到尾，也互主你的看顾拢顺遂。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做伙来奉献。
请起立，咱做伙来唱奉献的诗歌。奉献，主我愿意，无意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听见大无比，我愿一生为你，奉献你所想事，报答我主。阿门。请坐。接下来我来报告，咱周报的第2页，真有一个服侍当工的记载，请大家浏览留意。后一礼拜的书咧是谢承佑长老。第3页相关的聚会甲出席的消息，请咱家己来浏览。第4页集体沟通本会消息。本会伫今仔日是总会所设立的社福事工的关怀主日，咱也为着咱总会所设立的这关怀主日来关心，为因来代祷，所有的真济的机关来为因代祷，遮有台北妇女展业中心等等的机关，请咱来浏览。第2点，我就无搁再来重复，等下牧师会做详细的补充。第3点，咱7月初9是文字事工奉献主日，咱公布社要派退休的陈宪仁牧师来咱本会遮来正道加请安，咱嘛做伙为这个事来代祷关心，为因奉献。第4点，咱8月13要来举行圣礼典，若有要受洗的，请伫7月初9以前来报名，咱鼓励有意愿的来，就到办公室咧来索取报名单，提摩太的牧区就直接瑞平牧师来报名。第5点。咱一个庆生会的主理，咱主持咱的夏牧师会为咱来祝祷。第6点，因着中兴教会父亲节有批大的义卖，伊的样品伫咱办公室里，每一件是义卖500块，来做因设教70周年事工的经费。咱家己来使用嘛。或是来做送父亲节的礼物，拢真好势。第7点，丧礼消息，咱真毋甘的主席长老伫拜3来蒙主温调安息日主怀，咱嘛为着因的家族来代祷，互因有安慰，得到安慰的灵。别教会嘛定伫7月初8，早是8点要伫殡仪馆的。怀孕8点半要伫殡仪馆的怀孕厅入殓，以及之后的火化礼拜，下晡2点半要伫咱教会做对事的礼拜，请咱也为这个家族来代祷。礼拜2，以赛亚牧区伫牧区长要求下，请咱伫拜2。暗时8点来练因为主席长老因家族的伟歌。简单报告到这，其他的代祷交具体的消息、关怀代祷的事项，请大家来关心。另外，咱奉献的问题，若有出入的，则往办公室来登记来纠正。以上报告到这，请牧师来补充。
各位兄弟，我来做补充啦吼。大省是咱伫昨昏吼，咱为着迎贤长老吼，伊的公主吼圣文个新妇诗婷举行婚礼啦吼。咱昨昏吼因对台北来的青年一只游览车搁坐袂了吼，有够济所以咱比咱现在做礼拜较侪人，实在是足幸福啦吼。咱来甲迎贤长老恭喜，拍鼓一下吼。多谢因，恭喜恭喜吼。好，继续为着这对青年祈祷啦。因拢伫台北咧工作吼，有伫台北教会咧服侍，嘛是真感谢主吼。出外会当继续为主做工，真好吼。好我先来补充周报内底遮个资料，咱顾一等下咱看荧幕来补充吼。第一就是讲拄则有扣子叔叔对无吼，伫咱中间来做表演，目的是为着要各地去传福音，因为伊小丑的身份伊是国际认证的，所以逐位去吼，人会甲接纳就对。因为这较无有啥物色彩，所以真侪人欢迎伊。伊事实伊的本名叫做郑南美啦吼。郑南美安尼，咱小等的，因即日主日咯，搁小等的10点半吼，要伫楼骹，咱大家有趣味，搁小甲伊鼓励乌演一下吼。下晡就是要对外，要去到南纺，遐户外表演表演台吼，伫遐表演。咱的保罗牧区吼，有咧鼓励讲，招一群人来遐甲乌演就对啦，当做基本观众嘛，搁斗分传单，互人有机会认捌福音。你若感觉讲，我有机会带囡仔吼，做伙来甲参观，到下晡时去遐行行，嘛袂歹吼。伊是下晡安尼是几点啊？是下晡的，咱是3点要开始，但是2点半咱就要开始，2点就要开始去分传单啦吼。其中有一项当然要呼吁咱兄弟来甲关心啦吼。咱的小会有接纳讲，伊咧扣子属咧传福音吼，爱有人甲伊支持嘛吼。咱看到伊安尼做，感觉有认同。你若有吼，咱后壁面有准备小可的奉献地啦。你若讲，我著要甲赞助，用即个奉献地，甲咱的招待体吼，无济个啦，甲落来写讲为扣子叔叔安尼，咱欢喜来为因来做奉献。咱教会嘛会天贴小可，来为着伊做福音事工吼。好过来是咱小等的有迄个庆生会，咱请小老婆，因为咱要先听咱的圣歌，哩，搁唱第2首诗，咱的第建立牧师指挥，咱就安静默祷来听煞了，咱庆生才离开啦吼。这请大家来帮忙。过来吼，有2项我用迄个荧幕来报告好，就讲即个富强教会咱的情绪管理高手的夏令营小朋友报名要满吼，最后像今仔日咱赶紧啦，有人要报，赶紧来报吼，甲咱的这干事报名。过来咱心灵传教咧运作吼，咧试运营运的中间，初期虽然咱会友斗招呼招朋友，也是你讲就专工来遐休困读圣经嘛，足好吼。有个人起来抄圣经呢吼，所以呢，咱伫7月初9吼。有咱的即个台南新人院有一个对外的募款的音乐会，这边吼感谢主，有真侪听主的兄弟姊妹因规去奉献就对啦，奉献遐入场券的钱，互咱会当免费入去啊。本来是讲你买票入去对无？即马有人奉献，所以伫楼骹咱有订，你若有想要去听即个音乐会，会当去登记。当然，你若要为着即个奉献更加好吼，讲我要用买票入来，因为我就是要为着新人伊奉献啊吼，咱会当去公布咱地下1楼咱的办公室登记，咱到时票才互你吼。拄则有讲，咱伫3、4月时阵有举办即个公报社办的金言的抄写活动，第1阶段到昨日为止啊，哇，咱教会足认真哦。规本的金言吼抄了的有36个啦，咱拢做啥？咱甲遮个听这鼓励一下好无吼？你看，这拢是因写的哦，密麻麻，咱的干事足用心哦，甲因逐个写的其中的一页甲翕起来，因为这个吼，毋是要放伫咱教会，要摕去互公报社，
互因认证啊，伫迄个所在来甚至会当抽奖啦吼。毋过有人写字较慢对无吼，有诶较慢摕到，啊你无用写袂了，袂要紧。第2阶段就是9月30以前交转来吼。你若逐个月写好就甲交来，袂要紧吼。咱9月30犹原共款诶犹太啦吼。虽然公布社咱无参加，咱教会本来咱要送小礼物吼，也要退行你遮诶即个手册诶钱啦吼。所以请免客气哦，继续抄吼。咱教会真踊跃，逐个人参与安尼吼。过来，我拄仔咧讲诶迄个伫第6点吼，仁德诶中兴就是咱这个太祖庙遐啦。迄间中兴教会吼，因要庆祝70周年，比咱自历史较久啊吼。因诶牧师摕即个，咱查甫咧挂咧大裤带，吼，讲要来义卖啦。有2种即个裤带头吼，一个是写耶稣英文的耶稣，一个是写就是希腊文的，就是咱定伫车看到咱的基督徒的车无搭一个希腊文的鱼啊，吼，拄则无讲迄个鱼啊就对啦。迄个鱼啊，拢总安尼5字的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讲耶稣基督上帝囝是救主啦，吼。所以呢，你若有趣味吼，伊讲恁敢有要送爸节的礼物吼？我讲咱教会吼无遐好嘢啦，无法度人一人送一条，吼。所以吼，咱要包礼券啦，你用遐礼券来买嘛袂歹，伊迄一条爱500块，是正皮的，恁来楼骹看吼，袂歹。这是我讲迄个裤带头有无？这是写耶稣，这是1号的吼，2号的就是我咧讲的迄个希腊文鱼啊的意思吼。你若有兴趣，家己吼，迄个裤带皮真好，你当买来家己用，咱男生家己买啦吼。若有做囝儿的吼，太太来买来送先生甲爸爸嘛是足好吼。咱落去楼骹登记，看几份，咱到7月30爸爸节以前吼，咱才来甲伊送即个货来吼。你要先交钱也使，也是讲货摕到才来交吼。这拢总2个款式，就是拢是乌色的皮带，乌色的皮带。用安尼，咱是讲来斗推广啊。顶礼拜咱为着西门教会因的即个建堂吼，即礼拜咱为着中兴教会。拄仔讲到西门教会的奉献，有兄弟讲顶礼拜伊无注意到，无炸钱来啦。讲即礼拜才要献吼。你若有要补奉献，免客气，写你的大名写好，咱会做伙收来甲伊寄去。有真侪兄弟吼，伊有甲订因义卖的毛豆吼，毛豆对吧？伊拢会冻的哦吼，昨昏已经寄来啊。伊可能规箱的吼，讲佫剩10几包啦，10几包、17包的款。伊讲牧师互你处理，我食袂了，讲咱大家来义卖，1包100吼，让零卖就对啦吼。恁找干事吼，1包冷冻的吼，迄毛豆是国际品质的，咧要销日本的，佫剩17包，1包100块，摕等于做营养食品袂歹吼，咧甲销好了，钱寄互因安尼吼。这点欢迎咱大家斗拍参与吼。好，佫有几项佫补充啦。头一项就是讲，咱的退休长老吼，黄志成长老就伫顶礼拜拜二都佫咧主持小组咧，透早坐伫伊的即个按摩椅要休困，怎婷珍姐去遐叫讲已经困去安休安尼，所以连去救嘛袂赴，所以咱心内足毋甘吼，伊会足尽心咧服侍主吼。上帝用即个方式甲带去，咱会足毋甘啦。但是若徛伫边半个人看讲主成长老实是足好命就对啦，无经过肉体的艰苦，已经到上帝遐吼。咱为着要来追思孝念吼，咱要伫7月初8拜6早起8点半伫殡仪馆的怀孕厅来举行日念甲火化礼拜。下晡2点半要伫咱遮吼，伫教会遮举行追思礼拜。迄天呢，有个兄弟若会当去参加日暮吼的礼拜呢，有个兄弟讲需要人交通服务啦。那假使你若讲需要人交通服务，咱2个征求，一个是讲，咱若无车的人会当8点来教会。若有开车要去的，
有哪来教会烧菜，安尼好无？吼，登记一下，咱大家烧烧酒，因热甲吼，有人较远骑奥托麦较无方便，这点请大家来帮忙安尼。搁另外吼，咱今仔日祈祷回应诗经有改啊，吼，咱注意听琴甲咱带，咱来改迄个回应诗甲阿门颂啦，吼。咱搁有心灵的讲座，吼，要伫8月初5，即咱消息有用，才来补充报告。搁一项是咱有那是卫生的常识啦，就是讲，咱最近咱东区甲认定吼，拢有登革热，吼，咱差不多7、8年前，咱台南嘛足严重吼，大家足惊。咱常经过迄个新冠肺炎啊，讲个什物足迹，即嘛换迄个登革热的足迹啦。若咱中间有人吼，毋知影着，来礼拜堂哦，咱礼拜堂来关起来，爱喷药啊呢吼，所以望无安尼啦。咱会记哩最近定喺落雨吼，去年的瓶罐啊，有迄废弃物一定爱水啊清互干，无吼，真正。迄个当个足啰嗦的吼，牧师伫高雄的时阵吼，阮的牧师馆捌喷2遍药啊，啊，规间拢喷啦，啊，足艰苦，足无方便的。希望讲即个疫情会当赶紧过啦吼。好，其他的报告吼，到遮咱小等的，咱要为着遮个受亲来庆生。最后，咱要真多谢吼，咱的李建立博士啦，伊是拿来教会青年哦，吼，咱定下去拿来。领袖对无吼？优秀的青年，即马是做音乐博士。咱昨昏咱的圣光队专工邀请伊吼来甲咱做指导啦吼。互咱安尼圣光队搁提升着对。咱要用一个小小的感谢状来送互咱的李建立博士。咱请圣光队长也出来好无？咱请礼拜部，各位平常人有伫遮无？各位平常人无伫遮吼？来，无第二张咯，来，咱来头前，咱甲伊送一张感谢状互伊吼。来，李建立博士，咱甲拍拍多谢哈，来，做伙翕一张口罩，系。多谢你平安，多谢谢吼。咱小等的吼。小等下，咱的圣歌队阁要唱一首一个祝福的诗吼。应该是圣歌队讲要甲李博士来翕相对吧？吼，大家留下来一起合照安尼吼。好，用安尼来做补充的报告，咱准备吼来做结束。请起立，咱来做伙唱尾边的诗歌，唱煞，咱请牧师为咱来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扶持引带帮赞，甲咱正大家三角同在，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煞。阿免。咱听候圣歌队来唱祝福的诗歌，甲庆生会了后，咱才离开。咱大家安静来领受。
破声俄罗斯，谢谢建光队甲李博士，请坐，兄弟姊妹，这时吼，咱要来庆生才离开哦吼，啊，咱要请吼，咱的詹牧师是受请来头前准备来分蜡烛吼，啊，咱来弹这首生日快乐歌，来你的哈。 10月份的咱7月份才起来好无？7月份的受车才扛起来，啊，袂等下小等下。7月份的寿星，英文的。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7月份的受车，咱请詹牧师代表来分下节，拍拍。 好，咱来做一个祝福的祈祷，咱才来结束咱的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伫这个炎热的暑假，也是热情的时刻，阮感谢你有真多7月份的受请伫阮中间，是伫网络顶面，阮奉主的名来祝福因，互因伫过来的日子充满着上帝恩典甲祝福，因的工作、生活、健康甲家庭，主的平安拢伫因的中间。 也互因兜为主做见证，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伫因的职场，伫咧生活，上帝恩典满满伫因的身上。我哋奉你的名祝福每一位兄弟姊妹，大家心身肉体拢有平安甲喜乐。感谢主，祈祷、恳求、祝福，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多谢咱大家平安。咱谢光队是要合照，老咱来头前哈。好，大家平安，大家平安。